卖的全是 C919的供应商的那种什么起落架呀、航电还有发动机啊什么系统，主要是霍尼韦尔的这个很多很多。因为美国占 C919的40%左右吧，零部件供应商。中国只造了那个飞机的机翼啊、尾巴那种，连轮胎也是美国的。航电系统还有驾驶舱那些，都是欧洲啊、美国的，中国的可能没有。就像造手机一样，中国把那个各个运营商整合成一架飞机。现在在组装 C919、919已经卖了嘛，929、939那些正在试生产。刚刚那个前几天不是说国内严禁就是不进美国那个零部件嘛，然后只用了1天时间就没说那个，他只是放一下风而已，放风出来。这不可能停止进口的，就停止进口的 C919造都造不出来，这也是大学的，全是 RMIT 的。他这个学校他到处都是房子，这到那边那片都是，这片全部是。它不像国内的那种，就是有围墙围起来，整条街，这很多条街全部是他的那种。像我们成都那个川大，它就是整个一片，哇，那个面积很大。但是外边一层呢全是商铺，里面就是学校的。这是75号楼，这些楼是学校，但是宿舍吗？有可能吧。水活太多了。停车场。到这个位置来了，这边来了。树大侠。苏大侠，成都的。那栋楼77层嘛左右。那次我看了一下，看套房子，我等几天住吧，他不行，不能闲置产生每天费用几百块钱发不来。一周的价格是740，一周吧，就是相当于一天100多块钱，澳元嘛。后面看了一下，它电梯比较多，这还可以，因为太高了。前面直走，左手边就是菜市场，一直走。左边那个没房子的那个地方就是维多利亚市场，这边就是这个高楼是刚刚竣工2-3年，在那卖那个新房子。这上面那个标，这个，还有后面那个也有，反正就是以外国人买房子。只能买新修的那种公寓啊、店那种。买了之后，
住可以，卖的话就赚不了钱。你卖哦，你买的时候，比如说100万，卖的时候有可能不是有可能是100%贬值，丢几元都是要贬值的。这边奥迪、雷克萨斯还有什么汽车专卖店那边，这边也是 MIT， 那个房子也是，这一片好多房子都是，这全是学生。好凉快！这栋楼，我右手边那栋白色的那个楼，就是从远处看就是个大福字。就这栋房子，哎，太刺眼了。等一下，这边，从远处看就是一个福字，很有名的福字楼。这里面进去，它安保比较都做的可以。
左手边全是维多利亚市场，这一片儿面积比较大，停车可以停1000个车位吧。这放假嘛，这几天到这边的人，哎，我看星期一不开门，星期三不开门，其他都是开门的。到晚上已经还延时。我看买不买的，买啥了今天？买水果，买点鸡蛋。姜啊蒜啊是最贵的，姜蒜西红柿只有97，4块5块呀，3块多也有，11块也有，小的那种。128、135的镜头，那个镜头我都用了好多次了，买了2、3次，卖了次，然后又买。228、135镜头画质不将就，可以考虑。这电脑变焦的，还有看，还有鸡蛋。OK， 可以多少钱？175，13，10块。
43，700克11。我拿了个袋子，这多少钱？22块5，30个。看一下其他的，5块6块5。3块4毛9，这个有点小了。唉，戴夫耳机，耳机不大，太吵了。戴耳机现在是不听，你这个听新闻嘛。1.9毛9，2块钱公斤。这边是卖吃的，这边还有卖穿的、用的，什么都有。这个水口3块9毛9，番茄、西红柿，这个小的11块、12块。每家价格都不一样，然后这个5块，这6块8，土豆。再买点李子，这个李子好大哦，看。